百香果啦，这种满天星啦，满天星百香果，吃起来像蜜呢，那个果汁甜甜的呢，吃起来像吃蜜耶。你看这叫满天星，你看一点一点一点的，叫满天星。这个小粒的时候被烘了呢，不是。其实是一种果蝇啊，果蝇叮过，你看，还能够长，还能够继续成长。不过你看变增厚了，你看被果蝇叮受伤以后增厚。不过熟了以后，可能这边会先坏掉。用那个绿色网子绑好，然后果熟也会滴落呢，也会掉到那个网子的底部呢。然后如果不去检查的话，可能一两天就干掉了，干得很皱，很水分，很快就消失掉，不要浪费掉。那个种子可以培育幼苗呢，用阴益阳之味道培育法，2层的塑胶杯子下面装水，上面那个杯子底部剪开，左右各剪1/3，左右各剪1/3，剪开，用剪刀把它剪开，然后放厨房用那一种比较厚的那种卫生纸，先把它折成细长的3折，然后从那个细缝那边塞进去，然后塞大概拉出来大概1半左右，然后放进那个下面那个杯底啊，然后上面的卫生纸把它折平，然后放这个百香果的种子百香果的籽然后上面浇水，水就会流到下面那个杯子，这叫一阴一阳之味道培植法。下面的是阴，下面的是阳，一阴一阳之味道。易经有说到一阴一阳之味道，这种培植法，下面那水不要高到那个上面的，不要变成浸泡。所以透过那个卫生纸，也有用布的，或者用袜子穿过了不好的袜子、破的袜子就可以剪成两份来用，然后就可以吸下面的水上来供应上面，这样比那个只有一个杯子来照顾比好的多了。只有一个杯子水多了会烂掉，没有浇水会干掉。一阴一阳之味道，有水分流到下面那个杯子，然后用透过那个卫生纸或者是布，然后把水分虹吸毛细孔原理吸水分上来，上面就可以有湿气，植物就可以能够生存。培育幼苗，这个是去买的嘞，在柳营有在卖，那个是有嫁接过的，可能2年就会生了呢。用种子培育没有嫁接过，可能要久一点。另外一种颜色表皮红的花籽很红，后来变咖啡色那个果汁比较酸这个满天星百香果汁比较甜，像蜜可以用这个有机肥料，有机会来浇，有机会制作过程要用到那个黑糖呢，黑糖甜甜的呢，再加一些什么果皮啦，加一些什么料啦，浸泡水啦，然后久了后1、2年呢，1年或2年要变成那个有机肥料，然后要泡水泡水泡淡一点，再浇那个百香果，哇，这个果汁甜甜的嘞，像蜜叫做
满天星百香果，也有一种百香果黄皮的嘞，叫黄金百香果，还有像大拇指这么大的小小的嘞，叫做野百香果，野外的野百香果，这么小啊，用手一拉就破了，皮很薄，应该用剪刀剪那个地头那边。这个不是红丁的，应该是一种果蝇的果蝇丁的，然后继续成长。你看生命力很旺盛，继续成长，那里面凸出来很厚的，小小的像大拇指那个叫野百香果，从绿色的皮成熟以后也是变黄色，变黄的皮，金黄色的皮。那个果汁也是可以吃的，皮剥开后也是有闻到香味的，那个叫野百香果，那个叫龙珠果，丞相龙飞上天龙珠果龙珠果，野百香果那个花跟那个百香果的花一样，都很美的冠状性花冠那个冠，很美，像王冠呢。野百香果，那个草是干了晒干了也可以做药用呢，有的治那个什么皮肤方面的病呢，可能不过比较可能是凉性的东西，肠胃不好的可能不能吃那个凉性，太凉了，不能吃太多了，